欢迎收听8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2章16到23节。在心思的战场当中，我们的主帅是谁呢？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还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主？当我们以主为主，我们知道他才是我们的主，我们听从这位主，我们尊重这位主的时候，我们真实经历到如同诗篇16篇2节说的，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也是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我们的主之外，我们的主已经是掌管这全地万物的主，我们的主已经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主，所以在我们所经历的好处当中，其实都在他的里面。然而什么时候会在他的外面呢？我想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要成为主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主做主的时候，甚至我们有时候会想要替主来做主。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上主使大卫跟乌利亚的妻所生的孩子害重病，这是因着大卫他得罪上主。上主虽然赦免他，但是他仍然要为此付上代价，赦免他，不再去计算他的恶。然而这个已经成型的事实却是上主不喜悦的。大卫祈求上帝让孩子康复，甚至他禁食，每天晚上进自己的房间，整夜躺在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领受到上主的心意，就是这个孩子会死，透过拿单先知的预告。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卫他每一天就为这个孩子祷告，甚至连他内院的老侍从都来劝他要吃饭，劝他要起来，他都不肯。过了1个礼拜之后，这每一天大卫都是这样祈求孩子康复啊，禁食祷告啊。但是1个礼拜之后，孩子就死了，真的如同上主借拿单说的话。大卫的臣仆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因为他们想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话，他都不肯回答，我们怎么敢告诉他孩子死了的消息呢？他可能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啊。大卫觉察到左右正在交头接耳，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就问他们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是的，孩子死了。总不能对王说谎吧，因为一查就知道。大卫此刻会有什么反应呢？我想他的这些侍从可能会更担心然而大卫却在这个时候就从地上起来，去洗澡，去梳头，去换衣服。可能这1个礼拜当中他都没有做这些事，就是在那里祷告，就是在那里躺在那里，好像是一个在忏悔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起来洗澡梳头换衣服之后，就到上主的殿宇去敬拜。结束后他回到宫里，就吩咐预备食物，饭菜一摆上，他就开始吃了。这时候我想身边的人可能很疑惑，所以他的臣仆就问他，我们真不明白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为他禁食哀哭，孩子一死你倒起来吃喝。大卫在这时候的回答，我想就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心思的战场是我们有没有以主为主。大卫说，是的，孩子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哀哭，因为我想上主可能怜悯我，不让孩子死。现在孩子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能使孩子活过来吗？有一天我要到他那里去，可是他永远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那不可逆的伤害，我们是一直活在那个伤害跟过去里面，还是我们有智慧继续往前走，减轻更多不必要的伤害呢？
这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就曾经这样说：有智慧的人不会为失去的事物做无谓的忧伤，他会积极的想办法减轻伤害。有一个妈妈，她在孩子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因着生病，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生了一场怪病，这孩子就死了。为此，一个妈妈的心情，我想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自责，甚至会有很多的忧伤。但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她不断的一直讲自己忧伤的这个经历，不断的一直讲，第一天讲，第二天讲，讲到了20年还在讲，也就是他走不出这个忧伤。其实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长期在某一个情绪这种状态长达半年以上，这妈妈其实应该是有一点忧郁的倾向，甚至是忧郁的状态，那可能要去鉴定或者看医生才能够更确定。然而在这当中呢，真的他把这个忧伤成为他生命当中每一天的主要事项，身边的全部变次要事项，所以他每一天数算这个忧伤，甚至要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参与在这个忧伤里面，到一个程度是他的先生因此受不了，好像就是分居了。再下来，他的家族受不了，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他也不愿意放掉这忧伤，好像这忧伤已经变成了他的主。他很想问上帝说，为什么让我孩子遭遇到这样的事？他是无辜的啊。然而这样的事却已经发生了。抓着这样的一个忧伤，20年过后，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改变，甚至更糟。先生远离他，家族的人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他继续的沉浸在这忧伤当中，忧伤成为他的主，他没有办法再来敬拜这位上主，他也不相信这位上主，因为忧伤成了他的主。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今天的歌叫做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不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个好像无可挽回的事，就要把一个人往死里打。真实的悔改是转向到上主的面前，询问上主的心意，按着上主的心意来活。而大卫很有智慧的地方，是在于他知道上主是主，他是人，他或许可以恳求禁食祷告，寻求上主的怜悯。然而尊重上主的主权，也是一位人应该做的事。他没有想要替上帝当上帝，他没有想要以自己做主。这是在他认罪悔改的当下，好像就突然苏醒了一样。之前好像是被罪恶被情欲蒙蔽了双眼，然而如今的他因着回转到上主的面前，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就像前几天说的，知道自己的定位，使他不得罪上主，不替上主做主。这也是我们要来默想的，让上帝当上帝，让人当人。我是否有尊重上帝的主权？而我如何在我的生活中活出尊重上帝的主权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赏赐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自行选择要不要来相信你。主，你更是尊重我们的意愿，不让我们好像只是一个机器人，只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的，
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存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从主来的创意，有不同的想法跟做事的方式。但主啊，你也在此提醒我们，这自由意志是从你而来。所以主，我们也要向你来认罪。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想要替你当上帝，甚至我们认为上帝应该这样做才对啊。然而主啊，我们不明白你完全的心意，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人。恳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尊重遵从主你的主权，不自己当上帝，也不替别人当上帝。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给予我们从你来的自由，使我们可以在思想意念当中学习，并且在每一个行动中以主做我们的主，不是由自己来当上帝来做主。谢谢你帮助我们，也恳求主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知道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即使做错，即使偏离了走错方向了，都知道如何回转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让你完全的以他为主。你的好处不在他之外，他是你一切幸福的源头。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